見到哦 OK。哦。6 yes。channel 就唔緊要㗎嘛，係個 group 要中啊嘛。OK。reboot 緊，好有用啊！你嘅資訊。係嘛？因為我頭先喺第一版嗰度，即係佢好大個 group 喺 channel 嗰度。OK， 我又學多咗樣新，我而家 reboot 緊。我都講。最啱個位，你見到有畫面嘅喎。我睇下支咪擺邊。因為咧，原來對住我都有人走。係咯。我緊左眼跳。試咪。好啊，你睇下夠唔夠聲？有畫面未啊？而家 camera 擺好個底先。好，拜拜。唔係，第8線嘅運動員聽唔聽到我喎？聽到舉手，thank you。應該進行有小高運動正8米操場第1個。哦，有吧。set